各位同學早晨，上次咧放假嘅時候咧，阿 Sir 就睇到一本書，咁又佢嘅英文版本咧就叫做 Think Again。咁阿 Sir 睇嘅咧就係一個中文翻譯嘅版本嚟嘅，咁就譯做咧逆思維。睇完之後咧，覺得入面有啲好得意嘅概念啊，咁樣感覺上咧都好啱我哋嘅同學仔去睇嘅。咁所以咧今日咧特意啦，就用幾分鐘嘅時間咧，同大家分享下呢一本書。呢一本書咧，其實就教同學咧一個重新思考嘅概念嘅喎。點解咧？唔知道我哋比起咧知道，對我哋嘅成長咧會更加厲害。作者咧係 Adam Grant。喺本書入面咧，佢提到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啊，就係話我哋而家世界咧，每日都會發生唔同嘅變化。如果我哋停止思考咧，就即係停止進化喎。相信在座嘅同學仔咧，都聽到好多嘅故事咧，就係一個叫溫水煮蛙嘅故事。話說，如果將一隻青蛙放喺熱水咧，佢理論上會即刻彈走嘅。但如果你將隻青蛙放喺一個凍水或者暖水慢慢煲，呢隻青蛙咧就唔會識走嘅喎。最後咧連死咗都唔知咩事嘅。呢個故事咧，其實就成日攞嚟咧，比喻咧啲人咧會沉醉喺過去嘅成功啦，或者墨守成規，唔識變通啊，結果咧就會慢慢邁向失敗同埋死亡嘅。不過其實原來呢個實驗咧所講嘅嘢係錯嘅喎。科學家咧其實一早都證實咗，如果你真係慢慢攞隻青蛙去煲佢咧，當個水溫升到大約攝氏35度啊，隻青蛙就會覺得唔舒服。所有青蛙咧都一定會跳出嚟嘅喎。其實呢一件事情啊，啟發咗我哋啊，就算係一個聽慣聽熟嘅寓言或者道理咧，如果我哋平時好少去重新思考 think again 咧，到底佢合理定唔合理，就咁攞嚟用，呢個就係我哋思維嘅慣性嚟嘅喎。書入面咧提到，一般人入面咧，我哋嘅思考模式咧，往往會跌入咗以下呢3個陷阱。分別係傳教士，佢哋咧淨係覺得自己嘅嘢係啱晒，不斷咧周圍同人去推銷自己嘅觀點，拒絕接受人哋反對嘅意見。第二類嘅係檢察官，佢哋咧成日就覺得人哋講嘅嘢會錯嘅，總會咧話人哋有啲咩唔啱，其實目的咧都係想證明自己係啱，淨係想贏到個辯論嘅啫。第三類嘅就係政客啦，我話呢班人咧直頭係冇佢哋特定嘅意思，冇特定佢哋嘅思維，人哋講乜佢哋就講乜，完全缺乏追求真理嘅誠信。書入面就提到呢3種嘅思維模式咧，最終都會令到我哋咧墨守成規，冇辦法進步。所以 Adam Grant 佢提到，喺咁多種嘅思維模式入面，最聰明嘅模式就係一個叫科學家模式。簡單咁講，我哋唔會設立立場，我哋只會追求真相。好多時候，當我哋尋求真相嘅時候，往往我哋會發現自己係錯咗嘅。過去當自己錯咗嘅時候，你一係就會好冇心機，一係啦就會不斷揾藉口去俾自己呢個錯誤咧作出一啲嘅解釋。但係對於科學家嚟講，發現錯其實係一個學習嘅機會，並唔代表係失敗。Think Again亦都提到，如果為咗避免將自己跌落呢一個嘅思維陷阱，我哋應該咧會建立一個 rethinking cycle。簡單咁講，入面有幾個元素嘅。第一個要謙卑謙遜，首先要有謙遜嘅態度，呢種正正係科學家求真嘅精神，承認自己其實乜都唔知。另外，我哋都需要懷疑。有咗謙遜，就會開始懷疑自己以前嘅諗法係咪一定啱，主動去揾一啲相反嘅證據。好奇心，過程中我哋要充滿好奇，好想發掘新嘅資訊，無論證明定係推翻自己嘅想法都好。發現，最後你會揾到新嘅可能性，或者新嘅產品方向。只要我哋不斷重複呢個 cycle，我哋只會變得越嚟越犀利。Think Again呢本書頭30幾頁咧，就想話俾大家知 ，rethink 係幾咁重要。如果你冇咗呢種能力，其實分分鐘會攞你命㗎。
咁其實書入面亦都提到我哋點樣先至可以逃出呢一個嘅陷阱呢？第一，我哋要正面對待自己嘅錯誤。喺生活或者工作之中，難免會俾人話我哋係錯。我哋唔好將人哋嘅批評視為人身攻擊，反而要思考點樣利用呢啲嘅錯誤去推動自己嘅成長。另外，衝突，我哋往往咧都會有一啲人同人之間嘅衝突。點解喺一個充滿衝突嘅團隊或者家庭環境，反而可以成為一個進步嘅動力？關鍵就係大家唔能夠透過任務衝突去激發重新思考，似乎我哋會將呢個任務衝突同埋人際衝突混淆咗啦。所以準備好挑戰你嘅正確未呢？今日開始，你會唔會好似書入面介紹嘅其他例子，例如特克效應咁樣，識少少扮代表呢？有興趣嘅同學，不妨去睇下本書，讓自己就會好似我哋學校嘅校訓咁樣，成為一個既有謙誠，亦有智慧嘅一個人。今日我嘅分享到此為止，有興趣嘅可以問我借嚟睇嘅，唔該晒，拜拜。